回想50年前，刁村阿伯讲的这句话，影响我一世人。我为刁村阿伯身影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爱有的态度。知识是用来替人服务的，不是用来讲骗的。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小春啊，哎，这场花要你甲我读一下。好啊，看倒位寄来？宜兰县。宜兰哦，阮大汉查某囝啦，哦，嫁去宜兰啦。我读吼，父亲大人膝下。1960年代，阮后爸伫九份仔做矿工，规家伙仔住伫山顶的庄骹，庄民多数拢是矿工，捌字的人无济。便若有人写批来，也是要写批互外地亲人，拢倒来拜托刁村伯啊读批写批。囝儿不孝，无法度伫你身边看顾，也无通早暗甲你请安问好。刁村伯啊，甲阮爸同款拢咧软炭坑。无共的是，伊画的是金矿，比画土炭的矿工较清气上。伊头毛洗甲真整齐，戴安全帽，颔管下一条白色的面巾，穿的是旧兵仔衫，看起来真优雅。你家己一个爱保重，身体若无爽快，药包仔偷来食，毋免欠。我有定期清扫。若有人请伊写批，伊就会对衫底仔压一支足旧的派克钢笔出来，甲派伫尻川后的顶笑，变过来当做刀仔，双脚坐弦开始写。刁村啊！喂，阿福嫂啊！哦，拜托的啦，你甲我写一组批好无？好啊，啊是要写有啥？你甲我写有迄个死囡仔，有迄个第二个啦。啊要写安怎？你甲讲吼，你伫台北钱安尼做你开，拢无寄转来，规家伙仔伫要死了啊啦！你叫伊转来好收尸啊啦！哦，小弟仔要注册，小妹仔要注册，无钱啦，拢要读啊啦！转来因老母就掉刀啊啦！你安尼甲写。哦，好，我知。
好啊，我念互你听吼。文彬武仪，因为爸母无能，互你遮细汉就去城市受苦。阿母逐工拢真思念，最近厝人较艰难，伊若有剩的钱，才寄几箍银仔转来3天。小弟小妹注册期嘛到啊，因嘛期待阿兄会当来帮忙。安尼写对无？哦，对对对，我多谢多谢，我同我摕来行哈。啊，免谢意啦。有一摆，刁村伯仔伫炭坑内面，互天蓬连落来搬石缀着伤，骹空就骨。有一段足长的时间袂当落土坑，无聊规工坐伫柑仔店边仔的树仔骹，看一本足厚的小说。阮囡仔人就伫边仔走来走去咧耍。来，恁大家转去厝里摕笔甲纸来，要创啥？要画红啊哦！等下恁就知。紧转去咧。好啦。好啦，迄时阵，全庄的人拢互相熟悉，囡仔称呼大人，无咧叫啥物李先生、王太太，拢是叫阿叔、阿伯，无到阿金、阿姨。刁村阿伯嘛捌阮每一个囡仔，阮甲笔甲纸摕来，坐伫树仔骹。刁村阿伯叫阮一人写一张批，叫亲情中秋节来山顶食拜拜。阿金，你写互家己阿公；阿美，你写互宜兰的阿姑；阿文，你写互台中的金婆。刁村阿伯伫阮庄内算是受过较侪教育的人，全庄的人拢真尊敬伊。虽然毋知写批要创啥，毋过伊叫阮写，阮遮的囡仔无人敢讲毋，大家拢乖乖坐伫遐认真写。写好未？我写好啊！我嘛写好啊。啊，写好交我。无代志会当去耍啊！耶！耶，嘿嘿嘿嘿！村阿伯叫咱写批要创啥？我知，讲会真正甲批摕去夹，若真正摕去夹，阮阿公毋知会来无？我足久无看到伊啊！阮金婆敢若毋捌伊呢，伊若看无要安怎？会当叫人读互伊听啊。因遐毋知有像村阿伯即款人无？两三天后，我行过柑仔店，刁村阿伯甲我叫过去。阿金，村阿伯，过来树仔骹遮坐，阿伯有话要甲你讲。迄时阵，刁村阿伯已经得要50岁，我只不过是一个十通岁、国校3、4年仔的囡仔人，但是伊讲话态度足认真。孙阿伯有一天会老，嘛会死。我若老去、死去，就无人替咱庄的人写批啊。所以必须爱有一个人接我的工课。我迄天叫恁写批，就是要找一个较贤写的。我看你不哩啊贤写，所以你对今仔日开始爱学会晓写批。刁村阿伯对骹只后，摕出一本用报纸包起来的册，讲：这本你摕转去看，看无的所在会当问我，看完你就知影批要安怎写。
返到厝，我甲报纸拍开，是一本足旧的册，顶悬写2字速读，速读，翻做白话文就是批信的意思。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叩别以来，时声如沐，遥想。吼，这是什么意思？对一个国校3、4年仔的囡仔人来讲，一本速读就袂输天书共款。放怀勿念，唯叩专词，宿禀，敬请，金安。完全无法度理解。唔知咧写啥。只是庄林的人知影刁村阿伯咧牵我这个师仔学写批了后，听讲刁村啊咧训练可爱后生学写批呢。有影哦，安尼来甲试看伊会晓袂？其实我开始学写批也不过3、4天尔。阿琴啊，你甲我写批，互阮宜兰的阿姊，叫伊夹白头鬃的网仔来。白头鬃的网啊！好啦，照这个批笼顶面的字迹甲写去，叫伊寄几个仔来互我。哦，好。一礼拜后，网仔真正寄来啊！嘿，刁村啊，你看阿琴这个师啊，挺好出师啊啦！哦，敢有影？顶日啊，我叫伊写互阮宜兰的姊啊，叫伊寄白头鬃的网仔来。你看，有影寄来啊呢！哦，安尼出师啊，出师啊！刁村啊，你准备好通退休啊啦？以后批着交代，互恁徒弟啊写就好啦。好哦，哈哈哈哈。迄摆了后，我又搁替庄林的时段写过6张批，嘛拢有成功寄到位。只不过刁村阿伯互我的迄本速读，我还是看无，嘛无去问伊。有一天，隔壁的阿姆叫我写批互伊的查某囝，我批拄写好，伫树仔骹咧甲人啉酒的刁村阿伯，雄雄甲我握手。琴啊，来，刁村阿伯。批互我看一下。哈？我袂输是咧交成绩单共款，想到迄本看无的速读，一定有真侪所在写毋着，规个面啊红记记。想袂到刁村阿伯无生气，颠倒大声笑。哈哈哈！琴啊，你毋知适合甲敬宾者是啥物意思吼？我毋知。因为我敢若背第一页写互老爸老母的，所以无论写互啥物人，拢是适合敬宾者，连写互后生查某囝嘛共款。适合敬宾者是写互长辈时代咧用的啦，意思是规咧报告。若是写互平辈时势，就毋免规啊啦。哈哈哈哈。迄个年代做矿工无啥物保障，若是拄着灾变、受重伤，甚至无命，矿工的家庭经济随出问题，厝内较大汉的囡仔一望年被迫当大人，出外工作趁钱来斗请这个家。查甫囡仔去做工，查某囡仔通常是去纺织工场，不过，若是下面阁有小弟小妹爱斗请，为了要加趁寡钱，满16岁了后，就会转去酒家上班。啊好，即卖查某囝哈鲁口嘛是安尼。
有一摆，哈鲁克带一个查甫的回来，讲要甲伊结婚。我看到阿好姊嘛，伫灶骹哪哭哪甲哈鲁克讲：哈鲁克，你互阿母拜托一下，恁小弟小妹要细汉，你搁忍耐一下，甲阿母斗3工2、3顿啊，好无？哈鲁克答应因老母，继续带酒家。经过一段日子，哈鲁克搁带一个外省人转来，我互叫去做翻译，才知影这个生做书文的查甫人是某一个政府官员的秘书，因为定定对顶司去酒家应酬，熟悉哈鲁克，感觉哈鲁克是一个好姑娘，无希望伊继续伫酒家上班，想要娶伊。阮老爸陪迄个外省人伫客厅坐，阿好即嘛甲进前迄摆共款，伫灶骹甲哈鲁克高情。哈鲁克，小弟小妹还未大汉，你搁艰苦1、2顿啊，就好。即摆哈鲁克无讲好，嘛无讲毋好，甲迄个外省人两个伫黄昏时赶买车帮转去台北。2、3天后，阿好姊嘛摕一张被叫我读，我印象真深。迄张被是用公文的批笼寄来，毛笔字真水。拍开大大张的批纸，嗨呀，规张拢是形似的字体，看无啥有，只好一字一字豆豆啊真。真多谢恁的招待。足侪字看无是咧写啥，毋过中有几字我看甲真明，好读也不识字。好卡毒嘛袂食家己的囝。啥？伊安尼写？好卡毒嘛袂食家己的囝。即句话意思是咧即怪阿好姊嘛，要来忍心互家己的查某囝伫迄种所在生活。听到即句话，阿好姊嘛头歪咧去弄壁。我不爱我啦，我是啥啊？阿好姊嘛，莫安尼啦，啊是安怎啦？我互人讲假呢，有啥物价值？我不爱我啦，我是啥啦？伊也无写甲遐歹啊！迄囡仔啦，乌白看乌白讲，你莫想遐济啦。那等调出来转来，才互伊看啦。等到刁村阿伯回来，阿好姊嘛甲批摕互伊看，刁村阿伯看一时啊，甲批读出来互大家听。伊是讲吼，来咱遮互咱招待真欢喜的。哈鲁克捌甲讲过咱庄人的情形，伊看到的甲哈鲁克讲的拢共款，所以哈鲁克无甲骗。伊讲会当和哈鲁克熟悉是足大的幸福。伊希望这种幸福会当延续一世人。伊知影即马还无方便，但是伊愿意等待，因为因缘有一天可能就会来。刁村阿伯甲批读线，自头到尾拢无讲到“好读不识字”这句话。哎哟，阿 Kim， 你谈丢去啊啦！阿好姊嘛扒我的头，你是要甲我害死哦？阮母啊嘛甲我扒，吼，乌白读，毋捌假捌。囡仔人的心介熬受伤，我足气刁村阿伯，明明批内面有写，伊挑故意无甲读出来，
害我疯骂、疯拍、搁疯笑。我心内对伊真怨气，我决定无爱搁替人写批读批啊！阿 Kim 啊，这张批你甲我读一下。无爱，我若读毋着，红梅加衰，哪会安尼咧Kim 啊，你甲我写批互阮后生好无？毋好，你去叫刁顺阿伯写。我是食毋着药啊哟。几工后，伫山路弯角的所在，我撞到刁村阿伯，伊甲我叫去边仔坐落来。到当，我犹阁非常怀念迄个画面，甲进前迄摆共款。一个50岁的大人对一个10通岁的囡仔，认真咧讲一件代志。刁村伯啊，知影你无读毋对，毋过你读了后，结果安怎？啊好进嘛好，去弄壁。同款的意思，会使莫互伊好，莫互伊弄壁。伊有影是咧怨叹阿好即嘛无爱甲查某囝嫁伊，但是阿好即嘛也无讲无爱嫁啊。所以我甲伊讲爱等啊，谁知影等的结果是啥？迄以后才搁讲啊，上起码安尼讲会当甲人安慰嘛。迄摆，刁村阿伯甲我讲真济，终其尾，伊的意思就是：你以后若替人看批，看到一寡较无好的，你也会记你转一下，爱留啊转一下。回想50当前，刁村阿伯讲的这句话，影响我一世人。我为刁村阿伯身影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爱有的态度。知识是用来替人服务的，毋是用来讲骗的。就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是用知识是来奉献，因为懂很多，所以可以帮你忙。当然，这是我后来综合的，他把我讲得非常复杂，就讲意思是说，当你以后看信看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必须用转着，哎，瞪着嘞，要转一下。50年前一个老人家跟我讲的东西，到现在我们都还一样期待我们的媒体很多事情能不能转一下。哦，那时候不觉得怎么样，之后觉得受用无穷。今仔日的广播剧《写批》来自吴念真导演的演讲，罗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刁村阿伯张志宏演出，阿 Kim 苏胜武演出，阿母洪昭文演出，阿福嫂啊吴秋娜演出，阿伯王嘉仁演出，阿婆林秋霞演出，
阿好即嘛刘玉玲演出，阿美陈安怡演出，阿文陈怡如演出，厝边黄志力、刘玉玲、吴秋娜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门地。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的？阮虽然毋是介意坐伙，唠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暖暖站门口，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的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今仔日要来挑战华文翻台语的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咱来介绍第一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佑。大家好，我是江佑。也个人是咱台文系王维进。大家好，我是维进。个人是咱艺术研究所的吴婉玲。大家好，我是婉玲。好，欢迎3位同学哈。先来去介绍今仔日伫咧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辉老师。你好，大家好。好，感谢芳辉老师透过网络视讯来甲咱做伙讨论。另外，还有2位提供翻译参考的台语老师是咱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定春老师，也有咱台湾基视民计划发起人打教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吴希美老师。好，所以咱就来开始今仔日第一个题目。优雅的采矿师傅，优雅的采矿师傅。好，这个题目应该无介困难，1分钟的时间，请讨论。采矿师傅跟矿工有差吗？应该有吧。后来时间到，请讲答案。优雅的采矿师傅。请黄伟老师。即摆问题是讲，伊即个所谓的优雅，当然咱是会使照用啦。只是讲，我毋知伊是要形容什么程度，还是什么状况叫做优雅？是干那拄则台长所讲的，若像讲较袂安尼规身躯乌杂杂，安尼太过烂落的型，安尼就叫做优雅型。若安尼就毋就是较清气上的，就是讲是什么状况啦？伊才哪会用优雅？伊就是讲伊的穿插较整齐。对，所以我就是咧讲，到底这优雅是记倒一寡部分？因为优雅你嘛会使讲是迄个所谓人一般咧形容文人啊，属迄种什么款的讲话方式，还是穿插方式，毋是讲咧做工课的状况。那假使是所谓穿插，安尼就是直接讲。可能会当讲真新式款的乌金仔西。好，真新式款的乌金仔西哈。继续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萧定春老师。优雅的炭矿师傅。上来去是吴希美老师。迄炭矿师傅是真雅气。好，互咱同学做参考。上来去第2个题目。脚被矿坑的落盘压伤。脚被矿坑的落盘压伤。同款计时1分钟，请讨论。
卡好矿坑，还是螺丝？落石啊，刘兄。后来时间到，请讲答案。卡互矿坑的落石缀着伤。卡互矿坑的落石缀着伤。好，请洪辉老师指导。我今仔使敢会当讲看空啊，无啥确定。因为一般咱拢是咧讲看空是，拢是咧讲，应该是迄个土团的啦。对。嘿，啊，我毋知啊金矿的敢会当用看空。好啊，就是讲即个落石也是落落的石头，应该啦，拢会使啦吼。啊，拄则有咧讲缀着伤，确实是用缀啦吼。好，感谢洪伟老师。所以去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萧丁春老师。较好炭坑的落盘缀着伤。再来是吴希美老师。炭缝内底迄石头放落来缀着骹，互底受伤。好，互咱同学参考。顺利去第三个题目。知识分子要懂得转换，不要太直白。知识分子要懂得转换，不要太直白。好，知识分子要懂得转换。计时1分钟，请讨论。知识分子爱捌变巧还是变巧？好，时间到，请讲答案。知识分子爱知影通变巧，唔通伤戆直。哦，转换翻做变巧，直白翻做戆直，安尼讲敢好势？请洪伟老师指导。我这是讲对戆直，我嘛是用戆直。知识分子爱会晓，你讲变巧哟？嘿。呀，变巧应该嘛通啦，嘿，唔通伤戆直 ，OK 啦，嘿。好，感谢洪伟老师。所以，来听其他两位老师的讲法。先来听萧丁春老师。知识分子爱会晓转色，唔通伤贪直。好，萧老师翻做转色哈。再来听吴希美老师的讲法。读册人爱侪通换一句话讲，莫伤直。好，希美老师讲是换一句话讲哈，互咱空中好朋友，互咱同学做参考。搁再来第4个题目。一辈子受用无穷，一辈子受用无穷。好，应该是无介困难的题目。计时1分钟，请讨论。哦，机器人都用得到。好厉害 ，OK， 好，就这样子。机器人用得到，就给秒答。还搁讲一个，机器人都用得到。好，请洪伟老师指导。一世人拢用会着，即摆就是讲有些即种句就是吼，我拢会较无确定，是因为毋知影讲伊头尾啦吼，就是讲伊有可能意思会使啦，啊只是讲毋知伊头尾安尼敢接袂起来，变讲即句话影响我的一世人拢用袂着，还是讲一世人互我指引我一世人嘿。好，感谢洪伟老师。所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萧丁春老师。一世人受指引。好，所以去吴希美老师。规世人拢有足大的路用。好，互大家做参考。上尾第5个题目。物美价廉，物美价廉。好，物美价廉。时常听到一句华语词，安怎讲较好势？1分钟，请讨论。小哥大班，小哥大班，物美，哎，可以啊，小哥大班。好，时间到，请讲答案。小哥大班，小哥大班，安尼讲敢好势？请洪伟老师指导。我是直接讲水个小。是一个小，那大碗跟碗记敢有算？大碗嘛是会使啦，会使哈，小个大碗嘛，这个意思哈。对啊，对，这几种我是用水个小啦。好，水个小真简单哈。继续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萧丁春老师，物件水
继续俗，是个俗的意思。王伟碧老师，俗搁好用，俗搁好用哈。好，互咱空中好朋友也搁有同学做参考，也咱上尾时间交予方辉老师，针对今仔日同学的表现，甲咱做一个讲评。即摆的是应该拢较简单啦，吼，就是敢若讲有时啊变做是爱去确认讲前后句，就是咱翻译毋通干那针对迄个语序翻嘛，有时啊无一定干那迄个句去翻尔，可能真济时阵是爱规段去消化伊的意思了，才规个处理，毋是干那针对某一个单词或者是某一个句。安尼可能会更较较真。好，非常感谢陈宏伟老师，嘛感谢今仔日来到台语教室的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多谢。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订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朗读郭品辉。Be a giver。高念真导演。第2015年倡议 Be a Giver， 伊讲台湾需要一场互相帮助的社会运动。2024年5月下旬，黄霜雨落伫台北街头，雨水滴落土，变做一只青色的鸟仔飞向立法院。一声一声向南北两党政客呼吁，要求因停止伤害国家的恶质法案。想袂到南北无心的政客，一心想要落权，完全无甲人民表达的意志看在眼内，硬要甲反差压入走。少年的青鸟只好勇敢。正风南雨，飞向台湾的街头巷尾，一阵一阵压伫台湾的雨，化作一群一群的青色鸟仔，化成全台湾的大众，嘛化成全世界对台湾的注目。这济压甲淡糊糊的少年青鸟，飞向世界的勇气。是为倒位来的咧？就是为台湾的长辈时代的鼓励甲支持来的。济靠近阿公阿嬷，有钱的出钱，有智慧的出计划，赞助少年青鸟资源、指引方向，互台湾的少年辈认捌是非，了解民主。真正的价值，这就是导演倡议 Be a Giver 的精神。刁春伯甲伊讲，咱有能力的时，爱去想咱会使替别人做啥物。导演将这句话传传予咱，呼吁大家做一个会晓付出、奉献的人。伫青鸟行动中，济的长辈时代体力无够啊，飞袂起来啊。毋过为台湾拍拼的热情犹原在，所以因展开双手，替少年青鸟遮风遮雨。导演甲咱讲，咱一代的人。应该甲新一代的人做伙学习，去面对一款新的可能。一代一代的台湾人，为着主权独立，
民主自由奋斗打拼，顶一代人的付出奉献，嘛需要下一代人继续传承。吴导演讲，台湾即马上重要的是一个大家拢会当相信的代志。我想，一个大家拢相信、拢毋忘的代志，就是咱要过主权独立、民主自由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局内面演刁春阿伯的张启宏，我是演阿 Kim 的苏信富。今仔日的节目听说，唔知恁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言分享，嘛会使写文稿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恁做伙来斗闹热。请就闸门溪电台网站详细了解哦。写信这件事有什么重要？就是大部分人不认识字，所以我们那边有个家伙到现在还是很怀念他，叫刁春阿伯。哦，他是专门在帮他写信的，就是帮村子里面的人写信的。有一天我就走过去，就把我叫过来，很认真叫我坐在椅子上，跟我讲说，春阿伯有一天会老，也会死掉。有一天我老了死了，就没有人帮村子写信了。所以呢，有一个人必须要接我的工作。你蛮会写的，所以你从今天开始要学着要写信。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下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伊部的日历笋干甲土鸡仔，欢迎准时收听。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他书念比他很多出来这部分，他拿出来是服务人家的哦，而且他还知道什么叫传承，他知道这个责任是什么，他必须要砍一个柴啊，这个柴也许不柴，但是他也起码到了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到老的时候，当你在比较你旁边的知识分子的时候，你觉得他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做一件事情比很多博士还厉害。我们很多博士只会电视上骂人嘛，他不是，他都会做这个东西。以前的知识分子是用知识是来奉献，因为懂很多，所以可以帮你忙。
当然，这是我后来综合的，他把我讲得非常复杂，就讲意思是说，当你以后看信看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必须用转着，哎，瞪着嘞，要转一下。50年前一个老人家跟我讲的东西，到现在我们都还一样期待我们的媒体很多事情能不能转一下。哦，那时候不觉得怎么样，之后觉得受用无穷。